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来看到了马可福音的第12章28到44节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有人听见了这个耶稣他回答撒都该人的话。这个经学教师他觉得他回答得很好，于是他上前来问耶稣一个问题。在旧约圣经中，以当时来说，他们整理出来大概有613条的诫命。他问说，诫命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？耶稣回答他说，就是爱神跟爱人，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，还有爱人如同自己。没有其他的诫命比这个更重要了。这经学教师他回应说，老师你说的对，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尽心尽意爱神跟爱人，比献祭、献烧化祭或其他的祭物给上帝来得重要的多。耶稣看出他这个有智慧的回答，就对他说：“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。”在这一连串跟耶稣的对话当中呢，就告一个段落在这个地方。从此以后就没有人问耶稣问题。可是在这时候，耶稣却提出另外一个问题。他说到，耶稣在圣殿教导人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：经学教师怎么能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基督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？大卫曾经受圣灵感动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屈服在你脚下。大卫自称他自己是主，基督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其实耶稣就在指自己的身份，在那时候大卫已经预言了，这位弥赛亚会从他的子孙出现，而这位就是耶稣。所以虽然大卫自称自己是主，不过还有一个比他更大的主，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。而在这当中呢，这些分享跟回应里面，众人很喜欢听耶稣很有智慧的讲论。耶稣也提醒这些经学教师们要防范，要提防这些经学教师的自傲，还有这些贪心跟伪善。他们藉由在这个市场上，在这个街道上面的一些透过外在的穿着，或者是一些身份的表达，让人对他们好像很敬重。可他们心里面有没有真实的爱神跟爱人呢？耶稣说，这样的人，他们接下来未来会经历到严厉的审判。而在这边呢，耶稣他也坐在圣殿库房的对面，他在那个地方看大家怎么投钱来奉献。很多的有钱人他们会来投进了许多的钱，当时呢就他们的钱就是像硬币一样，所以他们投进去的时候，投越多就会声音越大声。那有人就会觉得，哇，他们投好多，好爱神哦。不过在这里呢，有一个寡妇，她投进了她的2个小铜板，约等于1文钱。和本是说就是2个小钱约等于1个大钱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在当时就是最基本的最小的这个钱币单位。他把这个全部的这个2个小铜板投到这个奉献箱里面。耶稣把所有门徒都叫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个穷寡妇所投进奉献箱的比其他人都多。别人是从他们财富中捐出有余的，可是他已经所剩不多，却把他所有的都投进来。在当时那个逾越节期，很多人是从外地来到这个地方来献祭来奉献的。如果这个寡妇她是从外地来的话，或许她已经没有回去的交通费跟吃饭钱了。耶稣纪念他这样的一个献上，也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对神的献上是全心全意全力的爱他吗？我们对人的接纳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谢谢你再次提醒我们，主啊，要遵守最大的诫命，爱神跟爱人。我们真实的要说，我们有很多不足跟软弱，跟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过我们做不到的。当我们要来到主你的面前，再一次的求主你来接纳我们，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爱神跟爱人，如同这个寡妇一样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同时也让我们在今天生活要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更多的透过你的话语，圣灵来启示我们。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唯一的主。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当我们来依靠你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在凡事上经历主你的同在跟带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